舊年我去咗一趟香港，越發覺得香港而家真係唔再係10幾年前嗰個購物天堂啦，好多嘢同內地比都貴到離譜，質量仲麻麻地。我知道好多關注我嘅姊妹而家都係喺香港做嘢同生活，我成日見佢哋喺群入面吐槽，話香港網購超級唔方便，好多姊妹都係湊夠幾單寄去大灣區內地嘅屋企，然後周末先專登去拎貨，真係麻煩到爆。但係其實好多快消細貨同細小件，大家實在唔使執住係橙色軟件買，不如轉下思路，試下係拼多多買，唔單止價錢抵到少，仲有香港免費包郵嘅服務添。比如話住西裝同皮衣必備嘅領帶呢類搭配小單品最適合網購，價錢靚，質量又好。係實體店買嘅話，價錢起碼貴10倍。仲有今年超流行嘅襪套，100蚊都唔使就買到。雖然唔係全羊毛，但係日常搭配住已經夠晒，舒服到完全唔輸蝕。仲有春夏穿搭必備嘅鎖骨鏈呢類小飾品，想喺香港買到同等質量嘅，個價錢會貴到咩地步？相信喺香港生活嘅姊妹都心有靈犀。仲有呢支國貨品牌嘅蓬髮噴霧，我之前拍視頻已經同大家分享過，絕對係拯救軟塌髮質嘅救命神器，效果直接秒殺好，多貴佢好幾倍嘅國際大牌美髮產品。呢類平靚正嘅小眾國貨，淨係可以係內地電商軟件買到，喺香港有錢都買唔到。不過以前買呢啲細件，喺香港都要湊單先慳，到運費唔單止費時失時，仲經常為咗湊夠免運費門檻，買一堆唔使嘅嘢，真係嘥錢又嘥力。而家拼多多推出呢個香港包郵服務，真係完美解決晒呢啲煩惱。講返呢個服務，依家係涵蓋所有品類，全港都覆蓋到，仲要係單包郵。就算你淨係買一條幾十蚊嘅領帶，一樣免運費。每個訂單包郵嘅運費上限有500蚊，基本上大部分生活場景都夠用，仲冇訂單上限添。香港嘅姊妹落單嗰陣，只要揀順豐集運、自提點、自提櫃，落單時顯示0蚊運費，就代表操作成功啦。其實好簡單㗎，新用戶記得喺呢度拎94蚊優惠券，落單抵上加抵。香港嘅姊妹，快啲試下啦！